日本千叶大学纳米科学博士生阿卜杜哈贝尔·米尔扎和妹提的一篇文章于12月8日在全球最负盛名的科学期刊上发表。一名在日本就读的维吾尔族学者在《先进材料》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研究论文。该杂志是世界物理学和材料科学领域的10大科学期刊之一。他以电子光谱仪检测元素为题的论文中，讨论了太阳能电池领域广泛争议的如何制造最常用的太阳能电池材料，以非常简单有效的方式进行识别。英国牛津大学物理系教授库尔班江·阿拉提博士认为，《先进材料》杂志在自然科学领域具有重要影响，而阿卜杜哈贝尔的研究论文已发表在该杂志上。阿卜杜哈贝尔先生于2016年10月在日本千叶大学开始其纳米技术博士研究，并将于明年毕业。莱因哈德希望维吾尔人拘留所的组织者成员国在欧盟保护人权机制下受到惩罚，很快在犯罪名单上开始。上周，欧洲议会通过了全球人权制裁制度。受美国国会通过的一部法律《马格尼签基法》的启发，新的制裁机制是欧盟应对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个人和实体作为目标。欧盟中国关系代表团团长莱因哈德对亚洲新闻说，首批制裁的名单首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成员国。美国政府于7月9日根据全球马格尼签基法对4名中国官员进行了处罚，其中包括成员国。据英国星期日邮报日前披露，国际组织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从中国异议人士处获得包含195万名中共党员的资料库，发现其中部分党员曾在重要的英国机构工作过。报道指，党员身份的不少中国学者在英国大学就读，他们参与了包括航天工程和化学在内的潜在敏感领域的研究，有些是在英国驻上海领事馆工作，另有一些党员在英国大学从事过航天工程和化学等事关国家机密的研究工作，还有几百名党员在英国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周日誓言要否决2021年财政年度国权授权法案，他的理由是该法案可能使中国受益。国会已经连续通过近60年这项国防法案，还包括土耳其购买俄罗斯 S-400防空导弹系统时对其实施强制制裁。他在推特上写道：“我们的新国防法案的最大赢家是中国，我将否决。”尽管美国年度国防预算法受到国会两院压倒性支持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仍称他可能会否决该法案。英国首相约翰逊周四表示，英国和欧盟很有可能无法达成新的贸易协议，但他誓言要尽一切所能避免3周后混乱脱欧。尽管英国和欧盟就贸易协议进行了数月的谈判，但双方在渔权、经济公平竞争和争端解决等方面仍争持不下。英国今年1月退出欧盟，但在12月31日之前仍是非正式成员国。约翰逊表示，看起来非常有可能，我们将不得不寻求一个我们认为对英国很好的解决方案。从1月1日起，我们就可以做我们想做的事情了，但这显然与我们当初的目标有所不同。我们需要非常清楚，我们会有一个解决方案，但是更像是欧洲与欧盟的关系，而不是加拿大与欧盟的那种贸易协议。这种可能性非常大，约翰逊称。